好来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巨乳物的大工厂明阳科技公司，伫屏东的厂房火烧爆炸，造成9个人死亡，111个人受伤，目前还有54个人住院，其中14个人伫家护病房咧观察。早起，屏东县长张春美来公布着明阳火灾的3项重大的违规。第一，依照着规定，厂内只会当放100公斤的有机过氧化物，但是明阳煞放超过3000公斤，足足超过管制量的30倍以上。第二，这个存放的地点应该都要独立专用，但是明阳是放伫咧1楼的仓库，2楼就是作业的空间，这是明显来违法。第三，明阳进货进3种危险的物品，但是伫火烧的第一时间，敢若提供其中的一种，嘛无指派专人协助救灾，严重违反着消防法，所以先来罚款着240万。它只能够储存100公斤的有机过氧化物，它储存了3000公斤。有机过氧化物的总量足足超过标准的30倍，而且放的所在冇问题。1楼就是仓库，在2楼就是它的作业空间，所以呢，它明显的违反了它的储存仓库没有在独立的专用的建筑物里。县政府加罚30万，因过明阳重大违规唔係这项名，连救灾第一时间嘛出问题。明阳他们进口、储存、购入的有机过氧化物总共有3种，但是当天他们只提出来其中的1份。除了危险的物件整理不完全，综合各站的员工资料，现场是有够乱。工厂的管理权人没有指派专人到现场协助救灾。县政府讲5点10分已经到伙啊，7分钟后，组长嘛讲有闻到怪味，经过3分钟，干部就看到出白烟，虽然有疏散，不过伫5点半才卡119报案。警消人员伫42分赶到现场，57分人员入去抢救。甲明阳发布重大消息的讲法完全无共款。除了警铃之后，我们有做疏散，请主管做疏散，去看看有没有不小心或不注意到的这种现象。县政府初步追究责任的报告已经出来啊，火调人员嘛继续伫现场咧采证，为调查这场大火到底是安怎发生的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